手语翻口语测验题目：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。很多听障朋友告诉我，英文 CRPD 我都不懂。上个礼拜，政府办理 CRPD 宣导说明会，我就去报名参加。听完之后，我知道这对台湾听障朋友帮助很大。CRPD 这英文是什么意思呢？ C 就是公约， R 就是权利， PD 就是身心障碍者。CRPD 四个字合起来就是代表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。这个人权公约是联合国在2006年通过的。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，也就是 CRPD 的条约全部共50条，里面有3-4条跟听障手语有关。例如第2条定义里面有提到，语言除了口语之外也包括手语。第9条是无障碍，里面有提到应该提供专业的手语翻译。第21条是表达自由与禁用资讯，里面有提到应该推广手语的使用。第24条是教育，里面有提到应该聘请手语教师教导听障小孩手语。台湾在2016年通过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》，在2017年10月30到11月1日，邀请5位国外专家来检视台湾的法规、制度等等是否符合 CRPD。5位委员审查完后，提出了许多改善建议，其中有许多跟听障朋友相关。例如，专家建议把台湾手语纳入国家语言，补助办理手语的训练，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手语翻译，学校应该开设台湾手语课程，让一般听力正常和听觉障碍的学生都可以学习手语。台湾在2019年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把台湾手语纳入了国家语言。2022年开始，学校有机会可以开设台湾手语的课程。以后听障朋友有机会可以去学校教手语。专家也建议，应该让听障小孩子能够及早接触学习手语。2020年，台湾有听障小孩的家长提案，希望在早期疗愈加入手语。全台联署超过5000人通过提案。卫生福利部现在正在开会讨论，将来听障的小朋友从小就有机会可以学习手语。